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6，诗篇148篇13节安尼讲：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伊互圣的子民拢称赞伊。就是遐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强盛，阁互阮拢来称赞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、掌管世上万物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对阮的性命无所不知，因为过去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无一项代志通躲闪你的目睭。主啊，你的智慧未通测度，万项事拢伫你的粒里下，无通温藏。主啊，你充满慈爱甲怜悯，你欢喜赦免阮一切过犯。主啊，你是完全的圣洁，伫一切的事顶面，拢是公义甲正直。主啊，你互你的子民强盛，互你圣的子民拢称赞你，就是遐亲近你的百姓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